大亮点就是裸视3D 沉浸式体验、AR 扩增实境以及那个 AI 沉浸式体验，还有3D 的地贴，这些都是着重在视觉的效果。我们希望让大家来玩的时候能够因为这些视觉的特效，然后会想要做拍照，然后或者录影，然后再上传到个人的社群媒体，来达到一个扩散的一个效果。这个科艺之旅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首次在台南出现的裸视3D 的这个视觉效果。除了用昆山这个地名去延伸出这个大禹的祝福这一个主秀之外，另外我们还运用了台南的这400年来著名的一些古迹，做成一个古迹的列车，然后带大家遨游这400年。还有大家最怀旧的，就是比如说台南小时候大家在玩的童玩，比如说这些打弹珠啊、俄罗斯方块啊、铃鼓啊、小鸭啊，我们把这些玩具跟童玩融合在我们的裸视3D 里面。在我们的沉浸式体验里面，我们除了回顾400年来的这些古迹之外，我们还让大家看到了从以前到现在的台南这些年来的这些演变，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利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从400年前的台南一路回顾到未来的台南，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未来的台南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然后结合了比如说跟台南有关系的这些音乐人，然后这些文化古迹的内容、自然的场景，融合在这次的科艺之旅当中呢，希望大家更认识这400年来台南的变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看到我们台南跨世纪科艺400科艺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那尤其是对自己的名字来做藏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那所以说欢迎各位好朋友福老西大的带小的亲子，不管是到和乐公园或者来这边观赏我们一些跨世纪的这个科艺之旅，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那我相信在展期期间一定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在货柜屋，或者在这个裸视3D 每个小时表演4次，这些都是会让人很开心、很惊艳的。欢迎大家来到和乐广场观赏我们跨世纪科艺400之旅。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月3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4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将伫2月3号开幕，市府各局处已经规划好停车场、空公车路线，民众会当倒加利用，避免塞车。台湾灯会安平灯区将伫这个礼拜6来登场，市府为了增加停车的空间甲接驳的路线。新增加中华西路甲清水路的停车场，以及清水路周边大约有700个停车位。同时，伫个灯会假日期间，嘛将开放安平港、环港的道路，提供接驳车来通行。对此，议会保安委员会上午嘛特别前往会勘，希望市府做好相关的配套。交通局本来有规划3条的路线，好的接驳免费接驳车，但是接的还是必须再加强一下。那在这次的灯会里面，我们有看到交通局针对我们南区这个地方，清水路跟中华西路这个地方，
跟国产署这边借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空地要来做停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停车街在这边，它有一条免费接驳的路线，就是要经过港务局那种港区的道路。这个港区的道路非常的棒啊，非常的好，因为它绝对不会塞车，而且路程会缩短，而且你可以在这个沿线里面，你又可以看到港务局里面的一些就是风景啦。所以这条路线虽然是新的，那相信未来应该很多人期待进到这港务区里面去的接驳车啦吼。那因为那正好面处我们清水路跟中华西路的重要交通路口。我们怕说这个地方如果提供出来，是不是有交通打劫的情形，有安全的问题啦？所以今天就请了交通局跟警察局这边，请他们在周边一个设备里面必须要做好，就是告示也好，安全措施也好，都必须要到位啦。我们希望大家来到台南市观赏灯会的时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且是一个快乐的环境，而且让大家都觉得说台南市灯会真的周边的设备做得非常好。为了要提供假日比较多的游客来台南看灯会所以我们市政府在清水路这个地方有借用了一块非常大的停车场。那今天最主要是对这边的一个交通动线，还有一些进出安全的一个勘察那这个部分我们市政府会加强交通的一个指引，还有会加派警力在路口，还有我们出入口的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个引导让我们市民或者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可以很安全很放心来这边欣赏灯会。在停车场的部分，会用看到工作人员正无用整地，离接驳的路线除了完善伫安平规划管线平台，甲运河新转2条的路线。另外，在假日期间，嘛新增加清水路的路线，透过安平港环港道路，直接对港区内来穿越，保证拢袂塞车。因此，交通局呼吁，想要看灯会袂塞车，上好车是停伫个规划停车场，坐大众的接驳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大塘总公司福利社为民国80年创立以来，已经超过30档。今麦配合台南府都新相关发展，为去年进行改造，以西纳拿白风格设计，国宝级汤体胜利号甲乌树拿车站意象，希望会当变成台南新的景点。位伫东区新山路大塘福利社，过去一直拢是大塘冰品的贩卖部。但随着年代愈来愈久，互原本的贩卖空间看起来黑黑暗暗。为了提升消费的体验，大塘公司对去年启动环境空间的优化，不但外墙的厝顶融入希腊的蓝白风格，而且佮甲国宝级的铜铁胜利号蓝色的车厢真配合。有了月台，有车厢，后来更加将乌树南的车站嘛融入去彩绘当中。因为这个建筑物应该都有30年以上了那当时破破旧旧的，有铁皮也生锈了，然后有墙壁也裂掉了，场地庭院都蛮阴暗的，蚊子也多。那时候想说先把那个环境弄好，后来想说是不是也该把建筑物也稍微让它新一点这样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说。那用什么的理念什么想法去？原本是绿色，我们想说，是不是来个那个蓝白相间的，比较有那种希腊风那种感觉啦。好，那时候就开始蓝白开始弄，弄一弄，后来想说，蓝白跟我们的那个胜利火车又相关，胜利火车又蓝白色，所以是不是把这一面？墙面把它弄成一个像胜利火车，刚好弄一弄，还蛮像的，蛮像的。然后又开始连结，有人想到，既然弄了火车，是不是弄个月台？也不错呢。然后想，就弄个月台。月台之后，有月台，是不是该有一个火车站？我们乌树林火车站那个景呢，把它拉到我们这个彩绘墙上面。所以把它这样慢慢连接起来，然后整个环境也好，整个那种视觉民众的反应也都不错。对环境空间的改造，不但外观看起来变明亮，而且佫将老树保留，
离贩卖部内面不但有设计成车厢的座位，而且还佫有木窗加窗台的镂空设计。坐伫个窗仔门边食台糖的甜品，或者是啉一杯咖啡，还佫会用个透过镂空来看到外面的景色。无怪连台北的赖女士伫个听到同事的介绍，嘛特别南下来朝圣。伊认为该地点未来一定成为新的打卡景点。很棒啊，很吸引人，而且这将来一定是一个很棒的网红打卡景点。我是住在台北，可是我就是看到我同事分享，他告诉我说这边在改变，我就专程下来看的。哎，刚才拍了5分车，那5分车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他那个车子是在甘蔗，我们小时候印象非常深。他现在放在外面展示的话，真的很有意义。新改装的台糖福利社依照蓝顶白墙的配色，除了散发厚厚的希腊风情，加上台糖真材实料的冰品，以及美式咖啡、韩式特别只要铜板价，相信一定吸引真侪民众前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近2年新春佳节，台南市推出一系列活动，除了有灯花艺术节，文化局也推出限定商品看新春土地，加上古迹甲场馆，保证互行村的民众有食阁有耍。今年春节有长达7天的年假，台南市文化局安排了行村系列活动。伫各古迹景点推出台南400专属门票，设计结合古迹建筑线条，变成简单的图案，富有收藏意义。如果要认识台湾的历史，了解台湾的文化，那其实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2024年台南400一起造访台南。然后了解台湾甚至于台南的文化魅力。文化局也跟基美食品合作推出礼盒，外观是以大圆热兰做成跟市政图做设计发想，内面有2种口味，也相当特别。台湾本产，台南本地，台南本地的东山的灵景啊，台南关庙的往来就去做，真会当代表咱台南的特色。非常古锥的好野，还佫有富一支鸡腿。过年一定爱求财，所以跟树电行政宫合作推出立体毛巾。初1、初2、初3这3日咱有准备100份，局长买我咱拢无拍折啦，568啦，568。这次更首度推出3组春节福袋，内面有成功爆米花、热兰做包薯条等等，继续也真实惠。文化局要伫过年期间抢一波商机。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台南市府甲高雄主联基金会、台湾母标志工协会等一个团体，伫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举办家友买家祈福餐会，除了食大餐以外，也送红包甲民生物资。31日伫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有一场公益关怀活动，对象是台南市热切家友、市府社会局甲自然基金会，携手台湾母标志工协会，结合台湾茶文化协会、台南市兴盛协会、盛旺商旅、盛和大饭店、府城胸腔疾病学会、台南市立病院、瑞生光电等团体共同来做爱心。社会这个物件是希望搁较侪人来关怀，互这个物件愈有一个大家互伊热忱啊，希望大家共同来做这个社会好事。台湾志工协会，我有关理事长有关到迄个牛头牌玉米酱，还有一个每一个街友拢一个红包1000块，还有这个街友一个衫，背心的衫。阮希望借这个机会呼吁大众拿这个机会共同。来支持咱这个台南市街友尾牙活动照顾咱这街友。盛和盛旺是第1年参加社会局的活动，但是以往来讲，我们对于社会局跟社会关怀的部分来讲，我们都很有心，想要不遗余力想做。那当然这是个开始，那也抛砖引玉，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参与。副市长赵清惠也专工来到现场，慰问关怀寒暑朋友，也向所有协助的爱心团体表达感谢。春节前来提供比较好的这个照顾活动，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
好的连结可以来度过啊，所以这特别感谢我们今天赞助的单位包括咱的张执行长也有在现场，还有蔡董事长今天有代志就让过来还有我们武庙志工协会咱刘理事长，还有很多这个茶文化的卢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这个李总啦黄总刚刚的曾理事长，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务来。让我们的街友可以在过年前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跟协助。即将是龙年的到来那我祝各位在座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台南社区安尼拍拍走、卡拍够不管你是伫咱咸南街重建中心，或者是我们东风地下道，或者是在台南的每一个点公园的每一点，或者是在某个的骑楼底下今年龙年，我要祝大家规年拢健康，规年拢平安为何这场围炉活动更有欢乐团圆的气氛？市府社会局也特别邀请乡韵民族乐团、幼民国乐团、亚韵二胡乐团来表演，更邀请到书法家陈义仁现场来写毛笔，希望造福街友更加侪关怀甲支持。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安南区公所甲良心建设公司利爱文教关怀协会举办寒冬送暖活动，捐赠加收入户红包2600块以及水果礼盒。一透早，安南区公所外口有一水果礼盒，这是良心建设公司甲利爱文教关怀协会要捐赠给安南区内加收入户的物资。每年良心建设几乎都会做一些寒冬送暖的动作，以前都在学甲家里每年都在年末的时候都会发送一些礼品跟奖金今年已经在安南区已经连续3年了。安南区长魏文贵特别致敬感谢状，给民间企业和团体代表，希望会当借此抛砖引玉，和经济落实会当得到社会各界关怀协助。本次呢，一共有350几户受惠啦那借由连结呢，来关心这些弱势。那今天呢，由我们利爱关怀协会还有良心建设，那在这里感谢我们大家的爱心，来协助我们这些弱势能够过好年。一盒水果礼盒2600块的红包，和经济困难的低收入户，伫年前感受到温暖。安南区公所希望未来会有更较侪民间企业团体同心协力帮助弱势。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原创立青主办的安南上市公益列车来到安南区新河村保和宫，除了安排义诊推拿食点心，也请书法老师写春联，同时特别发放总统府的1块福袋，分享过年的喜气。市原创立青就职议员了后，便积极打造安南上市公益平台，关怀弱势。今年特别结合各个单位，伫农历年前举办一系列寒冬送暖活动。这站来到安南区新河村保和宫，除了物资发送以外，也邀请书法老师现场写春联来烧送，让民众感受到年节气氛。今年呢，从市议会第1场公益活动写春联开始，连续举办5场的公益活动，然后在新春年前，希望深入社区，让我们的社区民众呢有这个按摩的服务、义剪的服务，然后还有各个书法老师、国画老师帮他们书写春联。那这一次呢，就是除了物资的发放，希望让他们感觉到的就是这个年节温暖的气息。这次伫现场，有发送总统府1块福袋，排队人潮是相当踊跃，希望做伙分享过节喜气。安南上市公益平台后一次将会甲台南市慈善会合作举办公益活动，现场嘛会再次发送总统的福袋，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用行动来支持社会公益。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高烧薏米人人拢爱食，高雄市观光局就特别举办投票活动，要让民众选出上好食的高烧薏米。在高雄，锅烧面可以说是3餐外加宵夜都会出现在每餐的选择名单上。每个人都有一间最爱的锅烧面店，那谁才是港都最强的锅烧面呢？高雄市观光局举办的2024高雄锅烧面大赏票选开跑喽！
大家赶紧上去为自己的爱店投上一票吧。锅烧面在高雄人的心目中，其实就像拉面之于日本人一样，是一个非常神圣而且很重要的存在。我们大概一天当中，可能早餐也吃锅烧面，宵夜也吃锅烧面。所以今年呢，观光局特别举办2024锅烧面大赏的活动，那也开始就是有包括甄选啊、店家报名等等。那目前第一阶段已经有103家的锅烧面都已经报名了。那我们即将要开始进行所谓的网络票选。那市民朋友，你每天都可以有3票可以投。那时间就是从1月19号到1月31号，赶快来为你喜欢的店家投票。目前有100家锅烧面参战，大家可以到活动官网参加投票，一人每天3票，还能参加抽奖。最终会选出10间店家参加10大锅烧面大赏发表会，并由现场民众选出最佳人气店家。那接着第2阶段，我们会请包括有素人、美食记者，或者是这个美食家，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美食的网红一起来进行评选。那最后会决选出最后经典的10家。那此外，我们也会再来办这个盛大的这个记者发布会。那希望大家把握时间，1月19号到1月31号，赶快来投票。高雄的锅烧面就像是之于日本的拉面，汤头、面体、配料可以说是把一桌菜都涵盖在了一个碗内，既是平民小吃，也可以是奢华飨宴。港都的锅烧面可以说是百味真香，各异其趣。其实高雄的锅烧面真的很厉害，那口味也非常多。除了最传统口味，就是比较沙茶的口味啊，那有的包括说有牛奶汤头的啊，或者是那种超豪华海鲜，就是排满整个锅烧面，面体也很 Q 弹啊。那或者是说汤头很厉害，那甚至也有这个东南亚热沙的口味，所以都会让这个高雄的锅烧面就是很厉害，大家一定要来高雄吃吃看。天气冷，来碗锅烧面；早上起床来碗锅烧面，半夜肚子饿再来碗锅烧面。在高雄，餐餐都可以是锅烧面，哪间才是你的最爱呢？记者高雄综合报道。真侪人伫春节期间拢会去山顶看花，若是讲无想要走遐尔远，伫高雄桥头的一间花市，就有袂少湿水的植栽，会当去买一盆摕出来增加新气象。圆润缤纷的荷包花，淡雅别致的兰花，花花世界的美妙总让人流连忘返。许多人都会在春假上山赏花。如果想就近走走，或许您可以考虑这间位于桥头、全年无休的文青风花市。想赏花或是想替家里换新装，其实不用跑太远。这座位于桥头的花市，不只有可爱的花花草草，因为过年期间每天都有开放，所以连适合过年的花卉也都有。不好意思，请问您今天来买什么花？就快过年了，想说帮家里面换一点比较有喜庆的，像兰花呀、荆棘啊，以及一些绿色植物。五颜六色的花朵绽放亮丽色彩，仿佛也在等待着新年的到来。500多坪的开阔室内空间，明亮宽敞的无障碍走道，没有积水蚊虫，让逛花市的体验更不一样，也让客人直呼之后也要带女友来。我就看到一些龟背玉啊，还有兰花啊，还有像后面有一些红色造型的那种，像萝卜那样好彩头之类的那个，蛮酷的，蛮可爱的这样子。大概9月他们刚开幕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经过就来，我觉得这边是很舒适的，通风性也很好啊，地板也不会都湿湿的啊，浇水浇到都湿哒哒的这样，到处走起来不舒服这样。以后交女朋友要带来？一定带来了。如今逛花市再也不需像以前人挤人，花市也提供一站式的运送服务，由店员帮忙挑选换盆，还可以直接送到家，不用再大包小包自己搬回家。来我们这边花市购买的顾客呢，他只要选中大型的盆栽，配这种喷器，然后我们就可以免费帮他换盆。然后因为一般客人也载不回去这么大的植物，那由我们来种植，也可以免除他们家弄得很脏啊，而且我们换也会有比较专业的手法，才不会说换盆都死掉这样。比起南高雄，过去北高较少有大型的园艺集市，如今新增了一处休闲花市，也让喜爱园艺花卉的民众不需再开车跑个大老远，或是等待假日才能逛花市，成为北高人的园艺好邻居。记者李佳龙、李凡飞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宋怀，咱再会。